5名嘅師姐，同埋派樂賢、張文海，嗱兩個好肯車啊，方秋嗱嗰個師姐就手落腳點手點腳，師妹騎我師姐，嗱冇留手啦，騎你嘅杯啊！冇咁頭啊！師妹謝佢，謝佢塊面啊，起個踢佢啊！冇笑啊，明恩！你雖然你而家係，哇，太犀利！師妹謝佢，一行後少少啦。做咩而家？明恩啊，你腳，師妹小心啲啊！師姐過嚟問問啊。明恩上頭起腳，睇面啦。係，好，再睇面，係收翻住嘅，係撐開，伸佢落去，拱下師妹落台啊，兩排，拱下師妹落去，搬佢出嚟，撐佢落去。師妹好嘢！喂，好前咯，試一下後少少俾師妹玩下，你話你開始嚟，過嚟地成啊，師妹好嘅嚇，下次你會睇到嘅，撐緊你叻㗎啦。收後少少，師妹勇氣可嘉啊！師妹走開啦，師妹高時睇㗎，師姐，都係師姐俾人借翻下得唔得啊？師妹借開，師姐俾你揸住，喂，打佢，冇留手啊！踢佢啊！師姐啱嚟嘅，叫佢留手都唔留。好，交叉企，啱啦。好，比賽結果，B 台1號裁判黑方勝2號裁判3號裁判4號裁判5號裁判都係黑方勝嘅。結果呢場比賽黑方勝。好，師姐好輕易咁就贏咗啦，多謝晒。好，落嚟啦，多謝各位師傅啊，多謝。好。好啦，星期賽事啦。好。咁樣。好，接住落嚟咧係請黎卓來。